圳唔止係吃喝玩樂嘅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，香港工作，深圳居住。今日同大家睇高大上嘅深鐵龍景啦，跟我嚟啊！呢個項目係由深圳地鐵置業集團有限公司去開發，已經有10幾年嘅鐵路上蓋綜合開發嘅經驗。先前一期推售嘅產品係344套小高層同埋疊拼洋房產品，今次2期係延續1期嘅旅式生活方式。推售係建面約85至111平方米，3至4房嘅竟係2.0產品。而且交通非常方便，福田口岸過嚟12個站直達，3站到深圳北高鐵站，9站到福田高鐵，輕中接駁西九龍，實現雙城生活，真係話咁易啊！而且全屋都用高級嘅品牌配置，入門口嘅門鎖已經係採用飛利浦智能鎖4合1多模式解鎖，可以保障用戶嘅信息隱私安全，仲有本地同埋手機遠程高信號，住戶可以安全放心。而且佢用到國際一線品牌科勒洗滌盤大單槽設計，更加適合中餐嘅烹飪同埋大件嘅主廚嘅設計。台下盤安裝方式，台面清潔無死角。佢更加用咗新一代嘅高效壓縮機，無級邊頻技術，動力強勁更加強能，3級過冷循環技術，高效提升製冷嘅能力。夏天啊就一定涼浸浸啦！喺陽台望出去已經有唔同嘅購物點，例如上堂會、AT Mall、一方天地、Costco 開市客等等，都係重點嘅項目，可以對標福田中心，實現購物、文化、休閒、國際商務一體化。而且社區入邊嘅設施更加係一應俱全，喺自己嘅屋苑行下都覺得心曠神怡啊！呢度有48萬平方嘅旅質公園社區，可以喺度盡享舒服恬靜嘅低密度生活。邊度仲有約2萬平方嘅河岸親水公園啊？呢度係接近3個標準足球場咁大噶，亦都大約3.500米嘅平方4景8景東方2景園林，相當於5個標準嘅足球場啊！仲有380平方嘅度假式雙泳池，680米長健康跑道，630平方大型戶外兒童樂園，950平方陽光草坪，即係大過2個籃球場噶。想同菲菲一樣擁有一個交通方便、配套齊全、購物一應俱全嘅全新樓盤，記得過嚟預約試睇啦！